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9月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65节到72节，历代记下卷12章第1节到12节，希伯来书13章第7节到2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公义的上帝。上帝是信实公义的主，他应许就必然实践，他应许保守看顾以色列人，他就会实现。即便是以色列人他们背离了，得罪了上帝，上帝仍然以赦免的慈爱来对待他们。我们都知道，在政治上其实是没有真正的朋友，没有信实、公理以及正义。就算是有某个国家的领袖他拍胸脯保证了，但是呢，一旦这个国家的利益改变了，他们的立场也可以马上变更。罗波安与耶罗波安的时期，以色列人经历了这个国家的分裂，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两个国家。此时期的这两个国家都选择了离开上帝的道路，敬拜偶像，在政治上当然就遇到极大的困难。历代志下卷12章第1节到12节记载了当时候的情形。罗波安他巩固了自己的王位，他和人民就离弃了上主的法律。罗波安在位的第5年，上主因他们的悖逆惩罚他们。埃及王示撒率领1200辆的战车，6万骑兵以及无数的兵士，包括利比亚人、苏基人和古时人的军队，前来攻打耶路撒冷。他占领了犹大的设防城市，逼近耶路撒冷。示玛雅先知去见罗波安王和犹大的领袖们，这些领袖因为逃避示撒，都到了耶路撒冷来。示玛雅对他们说：上主有话告诉你们，你们离弃了我，所以现在我离弃你们，把你们交在示撒的手里。王和领袖们都承认了自己犯了罪，他们说上主是公正的。上主看见他们谦卑自己，就在对示玛雅说：因为他们谦卑承认自己的罪，我不毁灭他们。可是示撒来攻打的时候，他们只能够保存性命而已。我不向耶路撒冷倾倒我的烈怒，可是示撒要征服他们，那时他们就知道服侍我和服侍世上的统治者有什么分别。示撒王进攻耶路撒冷，把圣殿和王宫所有的宝物都夺走，包括所罗门王制造的金盾牌等。耶罗波安王为了替补这些金盾牌，就造了铜盾牌，把它们交给看守王宫大门的守卫长管理。王每次到圣殿去的时候，守卫就拿着这些盾牌。王离开以后，又放回守卫室。于是罗波安谦卑顺从了上主，上主的愤怒转消了，没有彻底消灭他。犹大的情形也是颇安定的。上帝的救恩不改变，因为他是公义的主。在希伯来书13章第7节到21节这样子记载：你们要纪念从前带领你们、向你们传上帝信息的人，回想他们的生前是怎样生活，怎样死，要效法他们的信心。
耶稣基督昨天、今天直到永远都是一样。不要让各种怪异的学说把你们引入歧途，应该依靠上帝的恩典来健全你们的心，不要依靠食物的规律，依靠那些规律的人并没有得到帮助。在圣墓里侍奉的犹太祭司没有权吃我们祭坛上的祭物。犹太大祭司把牲畜的血带进了至圣所，把它们当作赎罪的祭物献上，牲畜的身体却在营外焚烧。因此耶稣也死在城外，为要用自己的血去洁净人的罪。那么我们应该到营外去找他，分担他所受的凌辱。在地上我们没有永久的城，我们是在寻求那将来的城。我们应该凭借着耶稣，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上帝，就是用我们的嘴唇来宣认他的名字，不可忘记行善和帮助别人，因为这样的祭物是上帝所喜欢的。要服从带领你们的人，听他们的话，他们常常看顾你们的灵魂，因为他们将来要向上帝交账。你们听从他们，他们就会高高兴兴工作，否则他们会灰心，这对你们又有什么益处呢？请不断地替我们祷告，我们自信有清白的良心，愿意时时走正路。我更恳切要求你们替我祷告，求上帝使我能够回到你们那里去。上帝已经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他凭借耶稣所流的血印证了永恒的约，使他成为群羊的大牧人。愿这位赐平安的上帝在你们所做的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，赦免你们能够遵行他的旨意。愿他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成就他喜欢的事。愿荣耀归于基督，世世无穷。阿们。我们的弟兄姐妹们，我求你们耐心领受这劝勉的话，我并没有把这封信写得太长。希伯来书提到了耶稣基督，他是昨日、今日，直到永远永不改变的。因此跟随救恩的人就必须要小心，不要被我们周围怪异学说所影响。这些人就是宗教诈骗。千万记得，我们要追求的上帝是永不改变、公义的主。诗篇119篇65节到72节，上主啊，照你的承诺，你一向恩待你的仆人，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知识，因为我相信你的命令。在你惩戒我以前，我常犯过错，但现在我遵守你的话。你多么善良你多么慈爱，求你把你的诫命教导我。狂傲的人造谣攻击我，但我一心遵守你的诫命。他们愚昧无知，我却以你的法律为乐。我所受的责罚与我有益，因为它使我学习你的诫命。你所赐的法律胜过世上千万金银。主啊，我们恳求你，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坚定相信，不要受旁门左道、怪异学说的影响，离开了你的真道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